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1，马太福音9章13节安尼讲：总是我爱怜悯，毋爱祭祀。即句什么意义？恁着去学，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。三个来祈祷，爱阮对人有怜悯，无爱阮表面的祭祀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要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、尊重甲感谢。主啊！你是真实圣洁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恩典甲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！你无快快受气，够丰盛的主爱，你无照阮的过犯对待阮，阮倒当用赦罪恩临到阮。主啊！阮承认家己常常注重形式，总是忽略了疼人的行动。阮常常论断人，直到失去怜悯人的心。主啊！求你赦免阮，也互阮学习基督疼人的心。主啊，你爱阮知，你意爱怜悯，毋爱祭祀，因为你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